早兩晚送外賣，又好好彩咁中到張超市嘅孖單，其中一張單仲要係礦泉水同埋鮮奶嘅放題。重點係，而家超市轉晒用紙袋，你冇聽錯，係紙袋。咁如果用紙袋去裝啲咁重嘅嘢，最後會發生咩事？我哋陣間睇下。我 drop off 咗袋輕嘅嘢之後呢，下一站就去 IFC。唉，耶，冇錯啦，個紙袋最後就係捱唔住，斷咗繩，個袋仲穿咗添，太開心啦！咁好好彩地，爛咗個紙袋入面裝住嘅全部都係樽裝嘅礦泉水。咁我 check 過呢都冇事嘅。咁啊原封不動咁樣擺翻入去我個保溫袋入面，之後順利咁樣送到去個客嘅酒店樓下。咁都希望超市嘅管理層好，或者係員工好，都諗一諗點樣去將佢哋啲嘢 pack 好少少，或者咁講，唔好再用紙袋啦，好嘛？其實紙袋真係冇力去裝咁重嘅 item。好，今次嘅分享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